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昨下晡有穿黑衫的示威者再次发动包围香港机场的行动，机场跟警方伫往机场的路线，跟每一个出入口拢严格来管制，嘛出动大批防暴警察。也毋过，连接机场的重要交通机场快线，因为有示威者带物件到轨道顶头，早5点开始是宣布全线暂停服务。穿黑衫的示威者用雨伞甲地铁站的售票机降压歹去，香港地铁东涌站礼拜1到互人大规模破坏。港铁宣布为了要保障乘客甲车站员工的安全，要按5点半开始暂停服务。地铁站外口以后，示威者使用路挡、国旗阻碍部分交通，要让防暴警察赶来伫咧车厢来清查。就是查这是示威者的车了，可能是。警方伫咧通往机场的半路设路挡盘查可疑的车辆，不过也是有真侪穿黑衫的示威者，早一步就坐巴士到位，甚至有人是行路来。伫咧机场巴士站一下了，菜路挡也雨伞化口号。无偌久，人开始向后边走。现在可以看到人群一直在往后退，因为香港的警方已经拿着盾牌正在逼近，所以所有在机场聚集的民众呢，都已经开始往反方向在跑。香港机场的禁制令严格管控出入者的身份，连记者也袂当入去。防暴警察驻守，求抗议甲李太的示威行动无法度入去机场。真侪示威者沿着第53公路向九龙方向离开，3条行车线拢互示威者占掉去，造成交通破解，到半暝车也拢是慢慢驶。我話差館，我無法紀。伫透早電信警署外口，有民眾聚集，包括到位站、天水圍站、甲屯門西鐵站，拢出現警民對抗情形。一直到透早1點半，警方才完成驅離行動。香港反送中抗爭連續2個月。即馬要開學啊！大學生甲中學生無願意抗爭權利停來，伫初二8月將會開始大規模罷課示威抗議。大概預計這邊的罷課會比2014年雨傘革命進行的罷課規模更加大，時間更加長。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過來看香港反送中運動，將抗議者發動癱瘓機場，香港機場嘛是流量的管制，部分航班改時間甚至是取消。香港往來台灣的航班毛20多班受到影響。如果需要做更改進位的話，麻煩聯繫原本的開票單位；退票的話，也要聯繫原本的開票單位。機場是無法退票的。喺桃園機場，華航甲國泰航空公司頭前有900個旅客等喺排隊，受到反送中示威的影響，香港機場9月7日開始實施流量管制的措施。真濟旅客到桃園機場才發現航班有取消或者是change掉，無奈接受。應該會跟朋友商量再去什麼地方吧，去住酒店吧。一定要上班嗎？要，再通知我們的主管，他們都說可以了。因為大家都做不到。桃園機場有超過20個往回香港的航班受影響，影響上大就是國泰也個華航的航班。有旅客批評航空公司反應慢，信息閣無統一，不過要在香港的旅客支持機場的做法。不知道啊，不知道，就等，浪費時間。可以不用到這麼激烈，因為畢竟機場是一個就是各國會活動的路線，它就是一個蠻重要的公眾地方。在咧8日市機場甲你踢咧抗議活動了後，9月7日甲你8月2點的行動，佫一解影響香港航班的起降。桃園機場呼籲民眾要愛隨時和旅行社或者是航空公司保持聯絡，了解上新的航班資訊，較袂加走一逝。記者綜合報道。再來，朝觀眾朋友做伙來看今仔的報紙新聞。中國時報是指出，風景局長正式伫嘉義縣溪口鄉一間安全場主動通報，確定感染到 H5N2 禽流感是全台灣第一例安全場感染高病原禽流感。昨已經篩掉46000隻，今仔會針對1公里內12間家禽場來採樣化驗。
再来看《苹果日报》，美国为昨开始将对将近3.5条大条的中国进口商品，包括食品、服装、运动用品等等，75%的关税。中国嘛马上针对黄豆、冷冻猪肉佮原油等1700多项美国商品起关税来报复。中美贸易战得开始1年多来，嘛头一遍针对原油来起关税。再来看《自由时报》近报数据统计，慢性的腰疾病伫去年又阁是使用医疗费用上侪10大疾病第1名，有364000人就医，西药指的有9万人，创历史新高。今年开健保费将近450亿新台币。继续来看2020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是全力要来拼连任。昨晚举行竞选团队全国受证大会，蔡英文亲身来授旗。也毋过外界嘛是真关心讲，蔡总统甲前行政长赖清德敢会合作？出席竞选团队的全国受证大会，总统蔡英文心情袂歹。面对2020年总统选举，国民党有韩国瑜挑战蔡总统连任，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这人拢传出可能加入政局。民进党选前布局更加是积极，受证大会也代表各地竞选团队正式顶当起来了。网络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哈，所以传统在各地的组织战当然就必须适应这一个新的社会的潮流哈。在各后援会这个往前，这个等于今天开始启动，这个大家大步向前迈进。伫地方竞选工作分配上，民进党执政的6县市首长拢会担任迄个县市蔡英文竞选总部的主委，要甲地方的票顾掉咧。另外，甲议员关心，蔡总统加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是不是用个蔡赖配？相信最后，两边应该会有这个很密集而且很实际的沟通。至于配不配，或是其他的方式，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办法揣测。距离1月11号投票日还有将近4个多月的时间我想我们会配合这个竞选总部的规划往前走。林清瑶讲，即阵离大选要4个月时间，面对各种选情变化，民进党更加爱真小心细腻，袂用来放松，以求2020年胜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提名人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到中华做事，伊呼吁讲，我偶尔放假新闻爱有分寸哦。伊嘛向可能会发动参选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发声，希望党内团结做伙来拼大选。一日到中华鹿港天后宫，受到支持者的热烈欢迎。韩国瑜规工伫中华走透透，总共要参拜8间的宫庙。对着媒体追问有关伊死亡的网络去消息，韩国瑜讲，攻击的这种代志应该爱来停止咯。2019年最兴旺产业应该是黑韩产业链，昨天已经挂了自杀了，今天又一尾活龙来到我们彰化鹿港，所以我觉得黑韩产业应该要适可而止。对着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可能发动参选，韩国瑜也向郭台铭发话，希望党内团结，斗阵拼2020年总统大选。严国外团郭台铭有意找高医大副疾病院院长侯明芳来做副手。虽然侯明芳的小弟新北市长侯友宜讲，阿兄并无参加政治的想法，也过郭台铭早起出席活动，面对媒体追问，伊也直接讲侯明芳是非常适合。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但是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见光就死。我想，我最近会最短的时间去看他。现在还在沟通当中。郝龙斌副主席已经有几次洽商安排会面的事情，已经会继续沟通吧。针对吴敦义甲郭台铭会面是不是进行，吴敦义强调继续伫接洽。就话参选到底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再去出席多项活动，对是不是组成第三势力大联盟，王金平强调，这个志向同款，同心协力，组成另外一个势力，相信这是人民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方面，来关心目前伫南海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成轻度风台，咱做伙来看云图。
波斯人这热带性的低气压看起来对台湾的天气并无直接影响。另外，嘛使看到伫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对流分出嘛形成，礼拜三开始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这两个若属形成风台，也是第13号风台00跟第14号风台减去。再来看今仔的天气哦，今仔跟明仔载2天是吹东南风，华东跟恒春地区规天拢有可能会落局部落雨。过到了中南部地区、跟北部、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部跟东北部是多云好天的天气，真稳定，气温嘛较悬，会伫33度到35度。其中哦，桃园以北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哦，花莲台东差不多32度左右。观众朋友哦，爱记住地海加补充一寡水分，才袂去掉沙。再来看第37届日月潭万人游泳哦，将举行，来自全国超过2万的民众来参加哦。虽然主办单位跟警消人员哦，跟救生员拢有全力来戒备，也毋过嘛是传出有一个查甫人渡水送医急救。4、3、2、1，伫水内面游的人是败家落长，后壁还有人准备要落去游。今年这边的受日月潭活动正式开始，2万多人来参加。真侪人讲水的温度拄好，而且天气凉凉啊，正适合长距离游水。今年的活动吸引23000多人来自36个国家的民众参加，自交流码头横跨到对面的伊达邵，长3000公尺，还有一寡新长者也来参加。休息9次，所以很累。以前都没什么，今天很累，因为休息太多年。主办单位估计这边有115位新长者参加，为了安全关护动员、警消救援加医护人员超过200多人，一共水上快艇、救生龙板等设备，佮加上水上监控系统，建立水陆空防护网。不过活动才拄一开始，就传出有人发生意外。刚开始意识还不很清楚，不过经过护送之后哈，在医师的全力救护之下哈，目前已经恢复知觉，甚至也能对话。警消人员讲，这位来自台北的王先生有心脏病史，腰椎支架，一落水了就砸掉，受了8多公尺就行救起来，赶紧送病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垦丁南湾伫8月份，因为海上无介稳定哦，所以伫沙坡啊禁止游泳哦，冇插红旗啊来警告，也毋过所有中国游客嘛是违反规定伫海边啊游泳。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会先看到若属游客违反规定，上最会使罚3000块。实在垦管处的海边巡逻员一直呼吁，这阵中国游客也是唔离开海边，也毋过沙坡已经插上禁止落水游泳的红旗。安怎坑拢唔上花，也有人一度想要冲落水游泳。这阵游客也个一度叫着共伴翕团体相片了后，才肯上花。这种行为，互其他民众看不落去。不能下去游泳，那可以跟我讲啥？我去玩水去啊，笑他抢都贵啊。因为当天的海浪呢？浪高2米，我们垦管处有插立红旗。那插立红旗的意思呢，就是禁止下水游泳。但是这一批的泳客呢，就不听劝阻。垦管处表示，这阵游客来自中国山西来台参加勇渡日月潭活动，家己认为水性袂歹，才想要强行落水。也毋过考虑了后，愿意配合决定，无开罚。也毋过类似的情况2个月前也发生过。垦管处已经决定兴奋当地观光局，要求导游遵守国家公园规范，帮忙教育游客。若果有不合处理状况，也不排除开罚，1摆上悬罚3000。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环保局头边对外大规模招考亲子队员哦，正处甲备处拢总会落出669个人哦，因为工作真稳定，待遇阁袂歹，有12000多人来报名考试。考生摕着管啊、纸卡啊，一直等向正校的所在，因为收费影响的就是分数。这是高雄市环保局招考着清洁队员的术科比赛，
考生伫25秒内底完成资源回收。应考的人有环保局的临时人员，北漂爸爸想要返去南部，嘛有国外名校的毕业生。虽然考试进程紧急取消原有临时人员加分制度引发的争议，不过大家拢认为安尼较有公平。内部也有召开过会议，那也有告知说，大家是不是对这一次的会议有什么意义这样子？那可能大家的反应就是一致，因为就是以公平性为主。因为年纪有一点了，所以说要看环保局可不可以考进去这样子啊，比较稳定啊。这届预计要录取的正处人员100多个，录取率大约1%左右。虽然真困难，不过因为薪水平均一个月4万块以上，吸引15000多人来报考，嘛互考场的门口一透早就出现排队的人潮，预计要到下晡才会当全部考完。这一次考的规模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的正取193，备取476，所以总 total 大概有669位的人员。人真济嘛，现场出现状况，考场当中有人因为想要强行进入考区，带囡仔离开，互工作人员挡落来，双方民事冤家。不过环保局表示，现场的状况大部分拢是良好的，嘛伫现场架设真济台监视器来监控，避免着违规还佫算分数的记录。记者王刘婷、林昭宽高雄报道。受到经济站一直的大雨影响，南投民警产量减少，结果率只有1成左右。南投中寮社区的老大人，因共餐食饭的费用，拢是靠帮人行营业来赚钱赚出来哦。目前产量将减少，恐惊无营业会使来改工。协会嘛真烦恼哦，未来用餐的经费唔知要去对总。农民真无闲，赶紧要来采收龙眼。今年龙眼产量甲往年来比较是差真多，因为大雨甲气候影响，龙眼树拢无啥开花，连带影响这个结果。今年结果的量也只有以往的1成，产地价格也对每公斤20块，起真多，起到150块。真话做人安尼，食个较济嘛，就要甲上好起。拢无生，80%无生，差不20%、25%安尼就足够诶。有生无生拢无生啦。虽然绩效真好，也毋过农民讲出货量减少真多，也对长期挖苦龙眼加工、卖龙眼干来趁钱、真侪经费的社福单位真头壳痛。那龙眼像是梅仔甲奶子只加工，到即阵也无到开始，也互因减趁真多。像协会啊，也有着旧年积起来吼，卖完就无啊。所以讲今年也无蜜好卖，也无奶子，我来荔枝干好卖，也无龙眼干好卖。所以讲对协会来讲吼，伊的农产收入是一个真大的打击。社福单位讲，今年种花成本是起真多，加上供货量少，亲戚都无够，实在无得拍干。有当地社福支出甲老人的送餐服务，拢是挖靠卖龙眼的加工品所赚的钱来支出。若是状况无改善，可能经费无够上百万，即阵只好另外找财源，想办法来弥补，才发到勉强，互送餐服务继续来运作。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个新闻要来看，目前大西洋的风台多利安昨已经增强为5级风台，是大西洋有记录以来第2强的风台。昨多利安已经为巴哈马阿巴科群岛登陆，上大风速大约是每点钟295公里哦。瞬间的阵风是超过每点钟354公里，好佳在到目前为止，并无传出重大的灾情。目前多利安是往美国移动，因为方向偏东应该袂直接去影响到佛罗里达州。也毋过当地政府已经先要求部分地区的民众强制性的撤离。另外，伫乔治亚州甲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众嘛已经做好防台的准备。继续过来看，英国会伫今年10月31号脱离欧盟，也毋过相关的协议一直拢还未决定，尤其是被爱尔兰甲爱尔兰中间的边境保障的问题，好真侪人是真烦恼。若是协议一直拢无出来，几啊年前出现的实体边境的问题，恐惊会阁出现。这座桥是连接两国的开放型边界。一边是英国的北爱尔兰，另外一边是欧盟成员国之一的爱尔兰共和国。逐工拢有真侪人伫咧两边来回。We're heading right across just into the north of Ireland. We're changing countries here, but it's free flowing. 不过今年10月31日了后，若是英国无协议脱欧，
这有可能变做欧盟甲英國嘅實體硬邊界。This is meant to be a dividing line. 真侪人擔心會出現已經正麻煩嘅邊界檢查。I don't want to show a passport. It's just abou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9年嘅人又估計喺呢個實體邊界年代，這個點可能聽對兩邊。This is the border. This is the exact border there. If you were driving along, there could be a police car behind you, pull you in and check you, open the boot, everybody get out of the car, and they'd have guns and the lot. So it was at different times, yeah. 喺呢過去，北愛爾蘭稱英國嘅民主聯盟加愛爾蘭共和軍，北經歷過30年嘅衝突，造成3500人死亡，無人希望再發生。I grew up with all that, and I certainly wouldn't like to see it back again. It will cause problems. I don't, no matter what politicians say in the UK, they don't realise what it's like to live on the border. 為咗避避免出現硬邊界，歐盟提出邊境保障嘅要求，希望北愛爾蘭甲歐盟兩邊嘅貨物會當自由流通。不過對英國來講，安尼先會讓北愛想過瓦管歐盟，卡到英國主權嘅敏感神經。We have to have that backstop out of the deal. We cannot go on with the withdrawal agreement as it currently is. 連到贊成脫歐嘅北愛爾蘭民眾，亦攏懷疑政府敢無法度提供完整嘅配套方案。When we voted for Brexit, we just assumed that things would just stay the same on the border,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up and down the road would just stay the same. Do you regret your vote today? Probably. Honestly, yeah. 北愛爾蘭大部攏是反對英國脫歐，公投嘅結果有56%民眾希望留喺歐盟，和英國處理邊境問題時陣國家頭疼。記者綜合報導。來看新加坡目前咧試驗一批無人駕駛嘅公車，遊客會使利用手機嘅 APP 來預訂公車。負責工程師是表示目前上重要嘛是安全嘅問題，所以嚴格來要求乘客一定要綁安全帶。有坐過嘅乘客是攏講無人車坐起來，甲一般公車是差無偌濟。公車到台灣駛入車站，新加坡為頂禮拜開始測試一批無人駕駛的公車。詳細甲看，雖然車頂有穩將，不過含套路攏是自動駕駛，穩將只是負責監看行車安全。It's pretty cool,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kind of feels pretty similar to a normal bus. So I suppose that's a good thing. It's not too much of a shock. I have to look out for traffic, any hazards, which some drivers they violate the rules, which we need to take extra precautions because they doesn't know how these autonomous buses are working on. And most importantly, I have to ensure my passengers are on safety. 推動這個測試的新加坡科技工程公司表示，8月26到11月15期間，有4台無人駕駛的小型公車會沿度假勝地聖淘沙島全長5.7公里的路線進行公開測試。想要試坐遊客會使透過手機 App 來約車，就算講無手機的人，沿路嘛會使找公車站來約時間坐車。這陣無人駕駛的公車攏是免費讓人試坐，逐禮拜1到拜5一天營運4點鐘。負責這項計劃工程師指出，乘客安全上重要。We always want to have a very safe ride for everybody. I think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you have seen us.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safety belt, etc., and the type of passenger we are bringing on board during this phase. As time goes by, I guess we're going to be give a better education to the public, as well as for our own consumption as a developer, so that we can give a better solutioning to this transportation system to Singapore. 不過測試並唔是無風險。2016年就捌有一隻當地咧測試嘅自動駕駛汽車，在咧換車道嘅時陣，甲一隻卡車相撞，好加載無人受傷。根據安校建業最近嘅報告指出，新加坡在咧全球無人駕駛汽車嘅開放性，也有準備嘅程度排名第2，敢若差美國小可。不過要推廣互較儕人了解，佫需要幾冬嘅時間。記者綜合報道。有研究發現，全球海洋塑膠本色上濟有7成是來自廢棄的鎳魚工具，除了破壞環境嘛，互每年超過10萬隻海洋動物被關在魚網仔內面。荷蘭有一間公司把廢棄的魚網仔回收，製作成塑膠粒仔賣予重影版的廠商來做重影版，是真好的循環經濟。
今年45岁的讨海人接触哪只一个月会判出海，伫咧印度南方的庄头酷暑古里海边啊，唔是咧捕鱼啊，是咧捕一个号做龟蠓啊，尼龙做的废弃鱼蠓。这龟蠓就要600年才有法度分解，而且可以去互鱼啊食入巴肚，进入食物链，无环保也破坏生态。கடல்ல போய் பழைய வலை எடுக்கிறனால இதுல கடலும் சுத்தமாகுது, மீன் கிடைக்குது. அப்படி எடுக்க விளையாட்டு இங்கே இன்ஜினில் அது இதாகிடும், மாட்டிக்கிடும். மாட்டினோன்னா இன்ஜின் ஸ்டக் ஆகிடும். இங்கே கரை கொண்டு வந்தால் கடல் சுத்தமாக இருக்கும், தொழில் நல்லா இருக்கும். இங்கே ஏதாவது எங்களுக்கு காசு கிடைக்கிறத கொடுக்கணும். ஓகேவா?杰苏拉加讲，自从伊开始捕龟蠓啊了后，到个月收入拢会增加20%。庄仔内的富林人到经理甲别个好势，送到另外一个社区马杜赖，交互荷兰的一间公司 DSM， 看头那个后壁龟蠓啊塔甲真悬，就会使知影海洋生态已经被破坏甲真严重。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2018年的报告，全球海洋内底的塑胶粪扫有46%到70%拢是为掠鱼仔的工具所来，当年有超过10万只的海猪、海豹甲海龟去互废弃的鱼具填掉咧。啊，那 DSM 当伫咧做的就是环保生理，长期甲1000个讨海人做伙合作，甲龟蠓啊回收转来做成塑胶粒仔，再个转卖互冲印版的制造商。Where we do all stringent quality checks, produce it in a high quality hardware with stringent process parameters, and make into a product which is fit for application, like for example, eco-friendly surfing boards. 冲印的运动伫咧全球是愈来愈受欢迎。2020年伫咧东京奥运，第一看到头一届的冲印比赛，不过市面上有真侪冲印板其实无环保。为这环保团体甚至认为，冲印板因为使用无法度分解的材质来制造，根本是咧破坏地球环境。这几年冲印板的材质也开始为永续环保的概念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有真侪车头最近出现新的服务 ，AI 人工智慧接待人员，应用中文、英文、日文、韩文4种语言来回答游客问题。日本政府是希望为明年东京奥运的期间这批接待员会使成为上好的观光代表。Where is McDonald's？ 在日本横滨站内面，外国观光客伫咧使用 AI 导览系统 Butterfriend， 想要找附近好耍的所在、好食的物件，抑个半车资讯。对着麦克讲话，人工智慧就替你找出答案。一个人扫电子条码，伫手机顶头显示地图，这套系统也让感应到使用者的情绪，做适当的回应。问线转到第一页，抑个让顺线看附近区域的情报。Useful. We can search something we want to know, and just no need to type something, just to say something. I don't like it, but technology and this is where it's going. Everything's robotic, everything's automated. And so each automation you see, it's 1 or 2 jobs that are taken away from someone else, like you and I could be working and making a living to take care of our families. 日本正重视而且全力伫咧做自动化，是为了要取代人力。正是因为长年少子化，各行各业劳动力拢严重无够。东京就要办奥运啊，讲是有真侪人客。当局是提出 AI 机器人来到3工，这套系统是日本一间印刷公司研发。今年8月初5开始，伫咧东京甲横滨几个车站试用，有中、英、日、韩4种语言，想要坐提款机、便利商店拢真方便。もっと日本だと割といろんな外国の人とか道とかに迷ったりしてしまうので、もっと取り入れたら人気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駅であったりとか、あとは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のようなお客様の案内業務を効率化して、係員の方の、業務負荷を下げるためにこのシステムを開発しました。若是试用的效果好，2020东京奥运的时阵，就伫真侪所在设立更加侪人工智慧导览机，来减少游客拖行李徛伫咧复杂的大地图头前，用手机查资料的情形。业者讲，伫试用期间会尽量收集使用者的意见来做改进，希望以后会当提供更加侪款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8月31日抗争，会使讲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上暴力的一天，最后造成20多个人受伤送病院。香港反民主派议员朱凯迪批评香港警察执法变质，目前某一个大企业选择瓦向中国，只要员工参加抗争，也是发表反中的言论，就直接死头路。
2019年8月31號這一天，香港火光衝天，示威民眾起火場等起油彈。港警是出動水炮車、催淚彈，甚至頭一擺野槍向天開2槍示警。警民對立，戰火為港島一直拖到9龍新界，佫開始撈回港鐵列車。832這一暝，會當講是香港抗爭史上火鬧上濟一天。香港泛民主派機關朱凱廸批評，港警已經變質，不再是保護人民，已經成為中國政府拍手，只要反政府就掠，甚至會主動攻擊示威民眾。2014年開始，變成中國共產黨要去打壓香港民主運動，反政府的人，他們就抓。支持政府的人，就算他有犯法，他們也不抓。香港政府的態度基本上都是與民為敵，把這些民主運動的人士啦，把這些示威者啦，都作為敵人看。泛民主派議員認為，港警甲示威民眾對立情況日漸嚴重，港府態度也無較緩和，甚至伫831前一天發動大規模逮捕行動，為抗議集會行動發起人，到泛民主派機關攏做着無預警逮捕，鋪天蓋地行動，甚至包括網絡，香港網絡討論區連登伺服器一度做着已經所無的DDoS攻擊，打壓行動一波刷掉一波，甚至傳出香港未少大型企業向中國靠挖，辭掉參與抗爭行動的員工。香港是籠罩在一個白色恐怖當中。現在的老闆好像是在遵守香港的勞工法律之間，他是先選擇政治忠誠，說你在網上發表了什麼，或者是你去了一個示威，然後這個就變成一個解僱的理由。香港反送中風暴真歹平息，已經傳出港府考慮引用緊急法，讓香港進入準戒嚴的狀態。趕在中國10月1號慶祝建國70周年前，以更加強硬手段繼續香港抗爭。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也捌發現，所謂香港法治手段只要會當止暴制亂，港府攏有責任考慮。也毋過多數泛民主派議員認為，影響會層面大，一旦實施緊急法，外將香港特殊更加撤僑，衝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國甲港府攏愛個評估。記者綜合報道。其實有部分的香港人是英國國民，因有海外護照，也毋過因並無帶佇英國的權利。因為目前香港的局勢真亂，昨下晡將近1000名民眾去到英國佇香港的領事館，希望英國會使予這有海外護照的人平等的公民權利。拿着英國的國旗，唱着英國國歌，下晡香港市民來到中環的英國駐香港領事館外口來集會請願，有一掛人手會提是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並且來發出口號，講家己是英國人。我哋而家咧淨係揸住本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嘅 passport， 只可以咧去英國6個月。而且我亦都唔可以工作，亦都唔可以居留。咁所以我希望英國政府可以去更改佢嘅國籍法。其實有 BNO 嘅人並無帶佇英國嘅權利，也未被看作是英國國民。不過香港逃犯條例修法，閣再有香港人想要移民尋求庇護這想法，更加對這本海外護照存有希望。所以講請願要求英國，讓手嘅有 BNO 嘅香港人擁有平等嘅公民身份，甲帶佇英國嘅權利。你會想要移民嗎？如果我有這個選擇的話，我很可能會，因為現在是看到香港的情況是，每天都在越來越壞。I'm basically personally fo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was born into,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grew up with, and these are values that I'm trying to protect. 香港市民主權移交進程，中國英國不在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確立一國兩制50年不變這方針。請願的香港人嘛要求英方承認，中國已經違反這個聲明，敦促香港落實真正普選。而進前 G7 峰會閉幕，各國領袖就不將對香港主權做出呼籲。隨後中國反擊峰會領袖，講外國人無權利來干預中國的內政。不過香港人對前途的煩惱甲着急，已經在身份認同議題上攏表現出來了。記者綜合報道。
来看中国的囡仔衫市场，去年的产值有1条2000个新台币，比大人的衫愈较济，所以囡仔码头嘛是一个正大的市场。好有名的，加一张相就要4万块台币。伫中国嘛开真济囡仔码头的补习班，也毋过嘛产生卖这个问题，咱做回来了解。囡仔遐挂乌银目镜真时髦，做囡仔衫品牌的 model 替业者抢到袂少订单。这也是个亮度优的材质，是免洗的料子。现场找袂少囡仔做 model 斗宣传，业者讲钱就是想要发大财，卖囡仔古锥的模样，结合社群行销。中国囡仔衫市场长得清，去年期待就比男女大人衫更较悬，超过405亿美金，差不多1条2000万台票，也互囡仔人做 model 的市场愈来愈大，需求也愈来愈多。亲像安尼一场活动，有业者就透露，一个囡仔会使赚1万人民币，差不多新台币4万多。不过这背后是要付出真沉重的代价，心酸无人知。透早6点就要开始化妆，中昼进前完成演练，落台了后，搁要甲妆洗掉。表面上工作时间只有正式上台下晡2点到4点左右，不过看袂到的工时其实真长，而且毋闹过劳的风险，甚至连体罚也被看作是事常的代志。就从我们从业者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作为家长，我觉得是这样的，孩子嘛，小孩子都会有不听的话，都会有不听话的时候。那可能，妈妈们说一下，是吧？打一下，我觉得很正常。查某囡仔因为无想要翕相去互妈妈当场教示，这是今年4月份伫咧杭州发生的代志。这段影片伫咧网络传出来了后，当局就立法制定工时上限10点钟，而且禁止也未满10岁囡仔袂使替品牌代言。不过，就有家长认为，就算讲用法律来压，这工时也是有无清楚的所在，佮加上全国性的动工法，伤过麻烦。有一寡家长为着省麻烦，佮避免违法，甘愿私底下收钱就好。囡仔遐囡仔这排几排真有气势，不过这只是练习生，要出道该通过真侪训练。亲像平衡感，也佮有姿态练习。头顶啊，还是往上走，开始运动了。对着囡仔衫的市场，儿童 fashion 的时尚经济冲了真紧，只是保障儿童的权益制度，敢若无对调脚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大学昨下晡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关忠敏伫致辞的时阵表示，虽然台是台湾上好的大学，也毋过也毋是亚洲上好的大学，所以鼓励学生爱以世界为竞争的舞台。拍伫着座的床，专心听开学典礼台顶致辞，来自花莲王双汉，是今年台大政治系1年级的新生。出席了因为软骨发育不全，只会当靠轮椅行动。伊讲考虑政治系未来希望会当为新兴障碍者的公共政策努力。在身障这一块，我自己觉得，在行政上还有在法律上是都有很多待改进的地方。虽然法律上有比较完善的法规，但是其实在行政的执行上面还有蛮多难处的。为了方便王双汉上课，台大提供专属无障碍宿舍以及上课用的辅助床，互伊甲其他学生同款会当顺利上课。台大下昼举办108年度开学典礼，1000多位新生同齐做伙。校长关忠敏表示，虽然进入台大是真侪少年人的目标，也毋过台大目前也毋是亚洲上好的大学。若是行出台湾面对世界，就发现竞争激烈。如果你们曾以为台大将会带给你们比常人更多的机会，请赶快丢掉这些幻想，走出台湾，面向世界，你会发现那里群雄环伺，竞争激烈而残酷。除非你们更努力，除非你们能证明比别人更特别，没有什么机会是特别为你们保留下来的。关忠敏也勉励新生多关心公共事务，敢讲抗敌国际，台大未是人生的巅峰，只是一个过程。面对竞争激烈的高教环境，台大也会开始进行课程的改革，毋望师生共同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主计总处公布上新家庭收入的调查，伫2018年国内家庭平均每户的存款有224900块，是10年来第2高的纪录。某买一件送一件的。
假日早起传统菜市场是人真多，大部分民众认为薪水有限，不过生活开销真大，实在是无够通用。但即摆较无通好欠，退休啊，你路都无做完，哪有通好欠？即摆食老本啊，食遐退休。30K，对，可能赚的就没那么多啦，对吧？所以也比较难存啦。严格根据主计总处公布，最新家庭收支调查发现，2018年每一户平均应支配所得是103万6千块，每户平均消费支出有81万1400块，平均每一户的住宅金额是22万4900块。甲2017年同期来比较，年增率是8.53%，创下10年来的第2高纪录。严格去年所得上低20%的家庭，平均每一户所得总额是34万4900块，平均消费支出却是达到36万3200块。全台有172万户低收入所得家庭，已经连续12年是无法度来欠钱。这个对于一些收入大于支出的中产阶级或有钱家庭来讲，储蓄率的增加。那经济变差，收入更少，它负的储蓄率就越高。我也不认为就说大家要储蓄就一定不好，而是我们应该给大家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不一定是消费了，还有一部分是说他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做投资。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打造一个好的环境去引导。各国会讲，各部会建议透过补助、降税手段刺激消费，提振内部需求。李学者讲，美中贸易战是继续在战，恐惊冲击全球的经济。大环境无好，出口表现也受到影响。若是国内投资无好，经济成长率下降，家庭的住宅率恐惊会继续创下新高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为8月15开始试办一项都市导引员的计划，希望家友会使向游客来介绍家己每天生活的4块位啊，甚至艋舺龙山寺附近来试办家友拢真热情来做这份工作。要上班啊，物件传得好，就要来去啊。在河博迎接今仔日的头路，3位城市导引员准备出发。到了所在领指引牌，坐落机伫咧日头下爱徛3点钟。周先生是唔惊热，只若惊讲无头路，因为今仔日4点钟500块的薪水就是这礼拜当开的钱。我是感觉愈做是愈快乐，愈欢喜啊！你话有，咱有机会咁斗伊愈啊，袂使啊嘛，搁来做的人家也来问咱讲我上济啊！会当趁钱也够成就感。台北艋舺龙山寺周边的景点真多，游客也真多，和街友徛伫咧观光的第一线，为游客指方向。这是市府8月推出的城市导引员计划。像日本，他们有提供游民一个算是城市导引员的工作的这种类型。那我们就是结合社会局、观传局，然后去弄一个比较门槛比较低的，没有说像那么专业，就是简单的举牌的工作，让街友游民他们来从事这样的工作。为改变民众对街友的印象，就服处要求参加计划的街友3块爱整齐，袂用食薰啉酒。为了发现大家拢真配合，因为真侪街友唔是无愿意去食头路，是因为因的学经历无好，无机会。有的做就做啊，因为我之前是做印刷的，然后公司经营不善啊，被裁员，没办法，现在就边做边找啊。就服处讲，这项计划有机会试办到年底，看效果，或再扩展到其他的观光景点，和想要工作的街友加一个机会。希望有一天，和一个无计的人会当离开街头，得到稳定的收入加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甲民间团体合作成立全台湾头一座都会型的食物森林，除了有生态池嘛种超过100种的食物，佮青菜水果，希望在日常的生活内底来做环境的教育。4月拢是大陆的都市中，一年之间卡手溜达完成身躯，整理这个难得都市中的菜园啊，这是位伫全台头一座都会型食物松林示范地，正是超过100种的食物甲蔬菜水果，透过职工细腻的照顾，和阿摩头城市加了几分的成色。照顾这个就跟照顾小孩一样，
早上，尤其新种的，早晚一定要给它水，而且要浇2轮。你光看它每天成长，你就会觉得很高兴，看得很舒服。最重要有个寓教的那个目的啊，就是说，这个你如何去种，但是你如何去收成，你的成果是你自己来获得的。所谓的食物松林，主要是利用公有绿地，透过在地之间甲环保工业组织合作，推动社区居民参与都市绿化。都是公用的一块地，未来每一个城市的地区可能有它自己的食物森林，所以从一个人的附近，大概1公里、2公里的附近都有这些绿的地，大家都可以进去，免费公开，然后在那边生活。新北市目前已经完成第1座食物松林示范地，第2、3座食物松林也将在今年底前完成。后续将陆续规划推出更较侪形态食物松林，让民众继续参与，享受食物松林的美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布袋冈山里一个社区，有大约100间的黄砖仔厝哦，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闽南式建筑。社区的民众利用影片投影伫黄砖仔墙的方式来举办投影艺术节，希望使来带动社区的观光。甲在地人文故事投影伫咧红砖仔壁顶头，或这个社区伫暗时四界拢是电影院。嘉义县布袋冈山里为着要保护这个古早厝，同时发展地方的特色，甲附近的青龙店家做伙来举办投影艺术节，希望会让更较侪人注意这愈来愈少的古早厝。年轻的创造啊、创意啊，来这边来做一些在地的结合，让它这边的文化，或者是说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这边，进而进来可能再来做一些活化的可能性。冈山里社区这个闽式建筑大概有130间。虽然讲是嘉义地区保存状况比较完整的住落，但是实际上有将近70成的古早厝无人住在内底，甚至需要来修理。社区民众就表示，如何发展社区，而且佫会当保护这个古早厝，是努力的目标。台湾就是这样了哈，就是房子还在的时候没人关心它，被拆掉的时候就很有价值，很有新闻价值，大家可能会很愤怒。所以我们认为说，台湾应该更温和的力量去做一件事，就把它保存下来的。我们希望慢慢改造这边的老屋，那可以像背包客栈一样，让年轻人可以进驻，然后共同来经营这整个社区。社区民众表示，少年的时阵为着生活，是大人拢鼓励因离开，但是即摆为着要保护家己成长的过去，伊嘛努力投入社区的经营，希望有一日故乡会用成为少年人愿意回来的所在。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来看屏东伫田国小的学生哦，因为学语小提琴、小提琴之前哦，爱先家己来做琴，这是需要真有路的手工哦。学生囡仔是家己磨、家己修哦，家己要有的琴家己做，咱做伙来听看卖。真哩水的琴声真足看，这支毛铃真特别，也未油擦过是草皮。这是屏东县伫田国小学生开8点钟的时间，豆豆啊去磨，亲手所做出来的第一支琴。那做一把小提琴，你觉得难不难？有一点难。那你看到那个成品做出来之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它的高音方面算还蛮好听的啊，低音方面就是还蛮圆润一点。这间木造教室是无咧用的便所过翻起的，学校伫休热期间，请老师来教囡仔做琴。为规划教室架，拢是由学生甲老师8人共同来讨论。这做violin需要真有路的功夫，这对囡仔嘛是真大的挑战。你要专心，比如说你磕一个头，你做一个 F 孔，你就要可能就是要这2个小时，你要很专心在上面。伫田国小校长表示，除了制作 violin 的课程以外，学校把安心要成立弦乐团，家己要有的琴家己做。让孩子透过手做，让他能够从一个木头，让木头发出声音，那对孩子的一个生命经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历程。目标是做成6把之后呢，我们就会成立小提琴队。虽然过程是真辛苦，也毋过第一支琴完成的时阵，囡仔拢真欢喜，尤其是听到家己所制作的violin所奏出来的音乐声，更较有成就感。因伫休热期间会继续打拼，继续制作上水的 violin。记者综合报道。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位烫画画家廖淑芬，伊是云林人，原本是护士哦，后来学烫画嘛画出兴趣哦，就专心投入。伊的作品嘛定定得奖，目前是伫社区大海教册哦。来看这种真特别的画图方式。一件搁一件美丽芦苇作品，拢是创作者廖淑芬亲手设计。芦苇又搁叫烫画，是用火烧的笔捂伫咧物件顶头，甲捂出痕，利用温度变化来画图的一种创作方式。原本做护理工课的廖淑芬，头一摆看到芦苇，就产生真大的兴趣，开始伊的创作之路。第一次看到烙画的那一刻，真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画风？伫廖淑芬的创作内底，结合真侪生活甲在地文化，亲像伊甲云林在地农产品加入作品，互作品的感觉更较亲切，嘛展现出无共款的意义。有很多的作品都是用我自己的故乡为一个背景，就是我在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云林县的县花，然后我是二轮人，二轮乡的梅龙龟，古坑的柳丁，跟乡村可以很普遍的仙丹花，这种我小时候很多的回忆。芦苇这项工艺需要时间豆豆啊画，作品才会有温度。廖淑芬目前嘛有伫社区大学教课，希望会当甲芦苇这项特别的艺术继续传落去。尽量去花时间去练习，然后慢慢把它完成，就是不要急，因为一急的作品就会变得很乱。那个质感是要靠时间去堆叠它出它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感觉，想要画得更好，就是要靠时间，这是急不得的事情。廖淑芬靠双手一笔一笔，把家己的创意，佮有故乡的文化呈现伫作品内底。伊希望未来有更较侪人会当了解芦苇美丽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信义乡东林社区的民众，因学插艺已经3年，最近国宝级的插艺大师王清松也亲身来甲因指导哦。因遮的民众是希望讲插艺未来会使成为社区的特色产业。老师习惯插起免啊插，学员为做一练，大人拢正专心详细看。因是南投信义东林社区的民众，学插起艺术已经3档，因甲生活中的元素，包心白啊、白菜头，拢变做正水开的插起艺术。国宝级的插艺大师王清松嘛亲身来遮指导。我今年这配合这地的是呢，完了历史的素养这有需要。拿走拿研究，看到社区这些学员们，工作的态度非常的投入哦，也很用心哦，他们摆出来的成果非常的亮丽，我们很珍惜这个机缘啊。为着感谢老师行这远的路来到信义东林教插艺，东林社区的学员向插艺大师王清松，也有知名的插艺家王显明、王显志兄弟，奉茶送花行拜事礼。因为阮家己咧做的时，做起来阮感觉做无安全感，老师也来甲阮看一下安尼阮就感觉阮加做安全感安尼。我很期待说我们社区，那个7亿啊，可以成为我们社区以后的那个特色产业队。插艺老师来到东林传承因的技艺，学员嘛希望插艺将来会当成作是社区的特色产业。伊嘛欢迎民众会当来东林社区体验插艺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沿海博士洪伟林，因为台湾头行到台湾尾，对各地窗口拢有正深的了解。伊写出全台湾头一本的台湾语言地图。今仔暗时9点，台湾新眼界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听每一种腔口的特色。1979年，洪伟林教授开始进行台湾方言调查，写文章、出版册本。1987年，被中央研究院的张彦宪教授看到伊的文章，嘛开始另外一段的研究之路。伊当时我写这本叫做台湾方言治理的时阵哦，就是我台湾头走到台湾尾哦，就去做方言调查。
啊，写文章出来了后，真侪人咧看。为着研究的正确性，安维林教授对受访者的条件嘛有要求。有拄到年岁大唔捌字的话，安维林阁需要一句一句慢慢啊问。比如讲绿草还是新港，这香港，伊有两种香港，一种洋啊，一种洋啊，讲洋啊。嘿，我就确认讲，搭一针讲洋啊，搭一针讲洋啊，所以我在逐针去问。收集资料，理解每一个所在腔口，后来安维林教授用地图的方式来做分类。台语的闽南语部分吼，到底伊讲啥物腔口，我拢家己做分类、做分析哦，佮画出伊的地图。30多年的研究，深入台湾每一个庄头，安维林教授用一甲子的时间，写出属于台湾的语言地图，嘛希望台湾会当保存语言的多样化。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今仔日的天气，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戴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